나도 인데 아주他们的这边继续他不是听过车我们呗，我的那里第一套里啊，就有那边给俺说교신那么说的，俺打那新给通做嘛過過程。那么說的，首先咧就問下所有俺打那新給學的可能員嘅長南교認知是新識們，南嘅的參羅里啊，以及咧好多嘅聊天，多嘛這西覺得邊嘅透過呢個的政治網絡咯，需要東西，喺佢呢個直播嘅俺這發友，裡的呀呢。希望大家咧路途一前呢，那么我同留意这边他说身那么體健康。嘛需要做是吧？这里就是啥呢？今次咧，那么我就把我的咧就會講呢個自私法写五十種。个为竞争什么的，俺哩啊写个为竞爭做卡里没得，这当我嘛学习不来的，但是呢，他了假如呗，送簡單学工作学講一下咧，为为就是啥呢？點解要那講呢個自老么的也私法五十做了全種嘅主要是学的，原因？那就看些学为雖然之那样前已經講过的，過啦，但係今次咧，因為但这重新再当你講嘅時候咧，那么讲，各位新年就想啥的，开始提醒一下为别个，方式咧，就係那么的。講一我你个啲意見，哪咯呢？但大家咧應該都好清楚，認知同埋善知識嘅重要性咧，喺顯密二乘當中咧都有強調到。尤其咧喺密乘當中咧，如果唔依止上師咧，幾乎咧可以話係冇辦法咧進行本尊嘅修持啦，同埋咒語嘅重要嘅密法修行嘅。舉例嚟講咧，喺密乘當中咧，係咧我哋進入修行密乘修行嘅門嚟講咧，就係要透過灌頂啦。往学要的吧？你往学个了呀，那么面呢？俺那往南看，买不起，往学是买不起。好似咧進入咗個壇城接受灌頂咁啊！如果冇上師嘅話咧，我哋就冇辦法咧得到呢個灌頂。就係咧，即係話咧冇辦法可以進入密乘嘅修行啊。同樣咧接受咗灌頂之後咧，亦都有好多密乘嘅戒律啊要持守。而呢啲戒律嘅根本咧，就係都係在於上師。而之後咧，密乘嘅道法咧，就係生起次第啦，同埋圓滿次第咧，都係要依靠上師嘅引導同埋教授。如果冇上師嘅口傳指導咧，可以話係冇辦法去實修。而最終咧，即使咧已經成佛啦，而佢依止過咧嘅上師咧，仍然咧係以呢個本尊嘅部主咧嘅形式而存在嘅。譬如話觀音菩薩頭頂上面咧，佢嘅部主咧就係阿彌陀佛啦。雖然咧，譬如觀世音菩薩咧已經成為菩薩啦，但係佢嘅頭頂上面咧，佢嘅部主咧就係阿彌陀佛。所以無論係修行嘅開始、中間或者最後階段咧，上師都係非常之重要。例如咧，馬明菩薩所著嘅《金剛乘根本座序》嘅論集當中咧，有講到金剛持者咧就係意思是能夠隨順阿闍黎，而表明咧呢一切嘅持證啊同埋共同嘅成就咧，都係取決於點樣去正確依止個上師。而特別係我哋家支派咧，係重視呢個師徒嘅關係。譬如話，從大班智達那洛巴開始嘅那洛傳承咧，
或者咧，尤其係從高摩巴大師開始嘅禪修傳承咧，都係好強調咧修行嘅體驗啦，同埋證悟嘅生起，主要咧係依賴上師嘅加持嘅。而加持根本就係我哋上師。譬如話喺達波仁波切佢嘅甘露忠告當中咧，亦都有講到咧，即使有好多嘅劫中，恭敬咁布施、持戒，或者已經得到咗無量嘅神通、神變，乃至到見到本尊嘅面容咧，呢啲咧都係只係成為嗰啲成佛嘅因，而亦都係仍然係未有辦法咧，係令人去超越輪迴。所以如果要超越輪迴嘅咧，必須要了悟自身，而了悟自身咧，就唔單止唔可以淨係有呢個口傳教法係唔夠嘅，仍然咧需要一位具有一位正悟嘅上師嘅加持，先至真正係有力量嘅。同樣咧，喺呢一個甘露忠告當中有講到，如果冇得到上師嘅加持咧，只係咧憑呢個觀察，而係冇辦法見到我哋自身本性，而執取咧亦都係冇辦法掌握，亦都冇辦法去遮止。所以咧就連所有咧積聚之良嘅，或者係摒除障礙者咧，或者係希望平息違緣者咧，或者係呢個想喺心續當中咧生起正義嘅人咧，等等咧，或者降服一切嘅顯現嘅一啲人咧，或者想去圓滿自他嘅一切利益嘅人咧，等等咧，就其實就冇其他辦法嘅，唯有咧就係依止一位已經證悟嘅上師之外，就冇其他辦法啦。所以咧就要保持住係呢個正義嘅一個平等性，而由此咧就要係自身咧要遠離一切嘅戲論確立嘅發生，以至到綠色咧之間一切咧顯現咧都能夠如幻如夢咁樣確立嘅，就唔再有對輪迴同埋涅槃有任何嘅希望同恐懼。尤其咧，我哋間支派嘅祖師教言啦，當中咧都有講到咧，我哋嘅上師係有幾咁重要，所以我哋要了解到上師嘅必要性啦，或者點樣為呢個合格嘅上師嘅特質咧。所以呢個主題就變得非常之唔關鍵，係因為咁咯，有好多嘅密續嘅傳統咧，都有一個修行嘅次第，都有提到咧，當弟子接受灌頂之後咧，都首先要學習呢一部自知法50狀嘅。因為呢一個共同嘅成就當中咧，都係要依靠上師，所以我哋首先要學習自知法50狀。好多人咧對於上師呢一個詞咧，真正嘅含義咧係缺乏咗一個明確嘅理解嘅。有啲人咧甚至咧將咧所有嘅出家人咧都稱為上師嘅。咁咧其實係唔準確嘅，尤其咧喺當前嘅時代，有好多人咧冇辦法咧辨別真假嘅上師。所以咧導致到佢哋咧
受騙上當。而咁樣咧，唔單止係對於個人咧係有害嘅，亦都係對於佛法咧、佛教咧造成好大嘅損害。另外一方面咧，有好多掛名嘅一啲仁波切啊，或者一啲左古咧，说说人家就明天从的那么就肯定写个月吧，对，路切单了的马线呢，明了的就那么的主顾，但是不去大小了的，团了就那么的主顾，但是不去因为就艰苦木头不了，就唔知道咧點樣先至為之真正嘅上師。羊没看写个那面对呢就网络确实，所以咧就虚。其實好多人咧冇辦法咧去辨認真假上師，亦都咧唔知道點樣去令到咧揾一個真正嘅名副其實嘅上師。譬如有啲人咧生活喺上師周邊嘅人咧，就會其可能有啲不敬嘅行為，或者甚至誹謗。其實心裏邊咧就充滿咗不敬啦，同埋誹謗。咁按照密乘嘅教法咧，我哋如果對上師不敬嘅話咧，會導致咧今生咧我哋唔會得到加持同埋功德啊，甚至咧來世可能會生喺無間地獄嘅惡趣。所以咧，我哋因此咧要對於呢件事咧要有好清晰嘅理解啦。所以呢件事好重要。未來咧，我唔單止要講呢一部《自資法50頌》啦，亦都希望咧逐步咧研究更加多嘅密乘相關嘅教法。例如呢個係第三世斗法王所著。所以咧，逐步咁樣去再講啲密乘相關嘅教法啦。但係咧，按照傳統嚟講咧，我哋應該首先咧係傳授呢一部《自資法50頌》嘅而開始。这样的啊，这个告诉我考完图要的啥呢？Hello的，他的下的呢？电视拉面是你写可多了，图多啊。電視拉面先至嗰度得嚟啊呢，得嚟啊幫着拉面先至。我哋應該要依照上師嘅特質係乜嘢？之前有講過，有提到咧，有兩個部分啦，應取嘅啲上師嘅特質同埋一個唔應該依照上師嘅特質有兩個部分嘅。咁喺去年咧，我哋已經講過啦。最主要有呢兩個部分。咁而家我哋講咧，第二個部分就係應該要依照嘅上師嘅特質。咁最主要咧，我哋依照嘅上師嘅特質係點樣咧？其實我哋今日就講開始。首先，我哋要好知道咧一個重要嘅關鍵咧，雖然喺密乘嘅傳統上面咧，要視咧我哋嘅上師為佛一般，要知道上師咧係非常殊勝。
接送亲近所以咧要经济對里头上司咧如大体罰一般嘅恭敬大體係俾人尊我敬咁樣。當面係嘛？而我哋要視咧，我哋上司一切嘅行為咧都係善妙嘅。所以咧就對於我哋嘅上司咧要有信心同恭敬。有時候我聽到上司咧有一啲嘅距離感嘅，而我哋因為冇辦法咧見到真正嘅佛啦，因為佛陀咧係2500年前嘅人，所以我哋冇辦法見到。冇人咧係活喺2500年前嘅人，如果我哋六祖父祖母咧都冇辦法啦，冇呢個福分咧可以見真正嘅佛陀。所以對我哋嚟講咧，佛陀咧就係對我嚟講只係一個概念。我亦都有見到好多嘅佛像啦，或者係唐卡，或者係一種佛嘅一個概念啦，或者我哋見到佛像嘅樣啦，或者係他畫出嚟嘅佛嘅樣啦，但係咧就唔能夠真係知道真正嘅佛嘅樣係點。咁好似係2500年前咧，就會講有位我哋釋迦牟尼佛嘅悉達多太子咧。咁當時咧有咁嘅人，我哋見到悉達多太子，即係譬如我哋真正咁見到佛陀嘅時候咧，我哋想像當中，譬如經典都有講啊，神係會放光，係好高大、好莊嚴嘅咁樣嘅樣去描述出嚟，我哋都要靠想像。所以我哋都相信佢係非常神聖嘅莊嚴。所以我哋相信一定係好莊嚴。但係咧就比起咧，我哋喺經典當中咧，就有經典上講咧，就好似一個頂帝咁樣，就係好似頂到好似天上面咁高。咁但係咧就冇辦法見到我哋。我哋而家咧只可以見到嘅係上師。2500年前咧，我可能係見到佛陀，同而家我哋見到我哋嘅上師可能一樣，都係一位咁嘅上師，都係一位咁嘅上師的。所以我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一個睇法。所以可能我哋都係會見到一個上善知識，所以我哋而家可以明白知道嘅一位上師咧，可能對比咧，我哋之前係見到嘅佛陀咧，可能冇好大嘅差別，可能都係咁樣去指導我哋修行嘅一個上師。咁我哋翻返去密乘嘅資料先，所以講到咧就會我哋持之如佛，要非常尊敬我哋上師。但係咁樣咧就並意味住咧，就唔係有啲人咧就有呢個上師嘅名號或者喇嘛嘅名號咧，就係等於係上師，佢就係真正嘅佛啦。係經典裏面咧，呢個有人咧，呢個上師咧，佢係一個佛，佢係一個佛，佢係一個上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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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升嚟上先人咧，佢哋做嘅嘢咧，一切咧都係好嘅，都係權威，所以亦都唔係咁嘅意思。亦都唔係話所有嘅上司都好似大陸巴對馬六巴，或者係馬來亞巴對馬爾巴大陸啲嘅咁樣嘅意思。所以首先我哋必須要觀察我哋想要醫治嘅人咧，係咪真係具備密乘經典當中所講嘅上司應有嘅一個特質？而講到咧上司嘅特徵，我哋唔能夠去盲目咁樣相信，譬如話有某個係某某嘅上司，我哋就一定要相信。即使係有人推薦啊，或者介紹咧，我哋自己亦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觀察。講到上司嘅特質咧，我哋都會講上司都有上中下三個層次嘅區別。譬如就講上等嘅、中等嘅、下等嘅三個層次。或者我哋會講咧，至少咧上司應該咧具備某種咧最低限度嘅特質。咁我哋了解到呢種特質之後咧，我就知道咧應唔應該係醫治。所以咧，我哋都知道咧基本嘅特質係乜嘢。所以咧，對於我哋有呢啲有呢個上司或者轉世咗好名望嘅人講咧，亦都更加應該努力咁去自省同埋反省，係唔係真係具備呢一啲上司嘅前知識嘅特質？我哋都要基本咁去努力去成為一個呢啲上司。所以我哋醫治上司亦當然係好好咁觀察我哋上司有冇具備呢啲係，睇下有啲特質啦，或者其他話冇嘅，亦都唔會因為咧人哋有啲介紹推薦咧，我哋就相信，我哋就去觀察參考呢啲經典所講嘅上司特質，譬如呢啲上司有冇真係做到啲特質？亦都係提到，或者喺律典當中，或者係喺大乘經典當中亦都有提到。但今日咧時間有限，冇辦法，所以唔係部分，所以就唔細緻咁去詳細咁去解釋。首先咧係我哋日頭咧係以一個點樣去開始，咁而呢個自知法50頌咧講到嘅上司嘅特徵咧係以名牌方式嚟講嘅。咁樣就係咧就由亦都係總結咗呢啲特徵嘅啲精義。所以呢部論點咧就講嘅上司特質咧係非常之廣為人知嘅。咁而喺呢個自知法50頌當中咧有兩個頌文咧，亦都係專門論述上司嘅特徵。所以咧就都好重要，因為佢總結咗呢啲特徵嘅精義。
大太阳，所以我哋那么我知道这边呢，成績特色，那么青年送一个咁我在大概咧学了个就會你送下的，揾到咧啲特色嘅嘢。大而呢個学了个理論咧，你有些，大学了主个你要有的兩個嘛，那么青年做典当太阳。文嘅係他的那有么我啲特色，这边这把他的定居那里对吧？毕竟过了许多遍影响生活，云给能过了许多遍影响，过了许多遍个下边，那么你針不對咧而干这些就，家嘅啲那么我这边啲个分裝，干这就，牙个其實开在下边这參與个就，出嚟嘅自天資法嘛都有的。藍色係點咧？天拿落了还是送到的啥呢？咁而且為好的，那么我这边呢，印那么度人知青年，那学了个你送也不標去，準化同学了个華文。唐不得个，听咁而我第一個青中文咧，青有講到咧學落個你不得個，那開把個青年的共同同埋一般嘅特色啊，那嘅是送下。呢樣。這種個不性別咁個，那麼第二個我這邊這文咧就係邊拿落來提到呀，講出啲係特殊嗰啲特像色。這個就推蒙的開把個要不過咧係其新加坡大他前師咧兩年都喺上手佢嘅的多。但這檔自資這種個不法五十性別個，它的項嘅見解當中，亦那麼都冇我這將呢啲邊特徵明確講這區分的為共同是有什麼的？嘅特殊兩樣嘢。這種個別個裡啊，咁我猜想講這新加坡大的師牛麼土吧，然後牛也為呢，佢這種都冇去睇過查了啊，馬特不是，真的資這個。法五十項呢個印度人思呢，想。好的，不是講這的是有什麼的？現在這種個別個，咁但那麼係就別個這可能呢邊拿了，推蒙的開把個要啊，部他的講這那的送不能先進真係的要錢呐，沒別說的去這都。你這種個佢別性哋冇別個，提到，那所孫大別師冇提到呢個個，印度那麼人思想不是個，那寫嘅麼我就自資法五問那麼就十項。那麼青年的做所以女人才我覺得會語言廣播引不起，好多孫大師都有提然到咧，後我攞咗睇啦，所別個，自資法五十然後項所送到講嘅多地子嘛那是，資特色咧，他多子係嘛那是基於呢他說個的這個。文化民族當中講嘅。送到的找不出去，說落個唐咁而且北多子嘛這，中一旦國派員其實當中咧認為咧，第一推蒙個的開把的下機，中文咧就係比較接近呢個印度嘅要我切當點找不有些，自資法五十項嘅中文。那樣嘛，十七天，咁第一個中文咧就有說落個唐北嘅，此有提講唐到不你嘅，推蒙嘅青點把的，那朗嘛的就第一個中文嘅前兩句咧有表述到咧十七前邊呢，共同嘅特色，而其餘嘅部分咧就係講出特殊嘅特色。啊，那新嘅青年嘅長咁所以咧嘅對呢個整個差異嘅睇法咧有啲唔同。咁關於整列出嚟嘅特徵、數量計算方式咧亦都有唔同講法。呢位浪石家套嘅呢個自資法五十用式嘅開啟程序保門，或者咧總統康之嘅呢個自資寶藏當中亦都提到咧，係共同嘅特徵有6個，而特殊嘅特徵係有9個，總共有15個特徵。總之咧，咁我哋需要了解咧，作為一個默承嘅 author 嚟咧，無論係共同定係嗰個特殊特徵咧，都應該要具備所有呢啲特質嘅。但这里个学校的唐不学了个唐不的，学了个唐不的学校都是的。當人咧要講解咗係一個中文。典型推了老热的，生产厂的有名，我的语言教些，名字的典型，典型开始的。具介引卑字，尊重無前曲。理之授予俗家行，具足非文解之類。那么你如干这啥的西下下面那土木的青年古说的电脑那电有个说的是多，这样电把是电信啥的电把啥机器，土我啥的机器，落水的电把啥的松切，水把的电把啥的细切，长话啥的硬切，粤语面把啥的短切，硬的语言就话。有講到要具引啊，或者卑字啊等等。咁
因為講到咧，第一個咧就係講堅牢，第二個係條幅，第三個係具足位，第四個咧係巨忍，第五個係正直，第六個咧就係無斷曲，第七個了之就業俗家行啦，第八係具足非文。拉说大的青年古典了，那青年古呢，达到多什么区别呢？全部的电把塞的了，电把塞的。走咧就係走之靈，即係主要係走個動靜嚟講到。三把的略新度是不是電把？謝謝。即係當中咧有提到。新度新把是啥呢？但第拍是這個基準差不多顏色，這邊人送不得差不多。第一個講堅牢啦。電把塞的兩亞sem呢，冇錯吧？佢哋提到咧就係講緊意念同埋心意咧極為堅定不移嘅，所以咧稱為堅牢。咁呢位意堅嘅就北專站咧又講到咧堅牢係指心與意串聯，簡言之咧就係指咧呢個上司咧必須要好堅穩嘅，好堅牢嘅，即係呢個上司咧佢嘅個性咧好穩重、好可靠嘅。咁呢個係好重要一點嘅。因為咧，你上司係今生同埋來世嘅一個依孤。如果你上司係唔可靠嘅、唔穩重嘅話咧，咁啊點合適咧？就算係一個朋友嘅話咧，我哋都必須要穩重嘅、係穩固嘅、可靠嘅嚟做生意咧。我哋會揾咧，都會揾一個可靠嘅伙伴，係值得我哋信任嘅伙伴。性格啊，其實咧要具備一個堅定嘅信念，同埋咧係有一個不退轉嘅信心。譬如咧，我呢啲我有個弟子，一個叫加斯，一個叫碌山。佢就話見到一個加斯咧，就會冇話一個弟子度有信心，另外一個弟子就冇信心，所以咧就要有一個咧堅固嘅一個悲心啊，對弟子啊，咁係你達波咁樣咧喺個金融中國亦都提到嘅，剛咧文萊巴嘅故事當中有提到咧，就係啱啱呢個葉統白喺度嚟到嘅時候咧，就問尊者咧，你修行嘅時候咧有冇遇到障礙？然後我覺得係呢個回答，我點解會有障礙咧？我點解會有障礙咧？然後咧，葉統白咧又再問，呢個係咩意思咧？然後咧，文萊巴就回答咧，因為我從來未有咧去信其他人嘅閒言閒語，係因為佢咧唔會聽人哋嘅閒言閒語咧，心咧係好穩重，所以佢唔會有障礙。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到，無論係一般嘅修行人，或者係咧，尤其係作為善知識嘅上司咧，係擁有一個堅穩嘅性格咧，係非常重要。佢唔會咧
对吧？好容易被人那呢这呢你把推噻，受到呢個焦慮離散啊等推等噻的了，影響。那么人家干这事呢，他然後第二個咧就係調伏啊，第送他的代表呢，就係唔知法五十種，主要他们就是推啊，就講你調伏推啊，像自律之主要他餘，们政府的这明白，把这样的那边实行推啊，那么係講調伏細緻咧，就是差不多健身嘅，卡的送到啥好呢？適推啊應，啥的，唔會係好sem推啊呀，sem 嘅喇叭的那边 sem 推啊，粗魯啦。对吧？推啊啥的，把这些角色的 sem 推啊，人鱼推啊，因為我把先拿意思的已經就個先生就講調伏細緻咧，對啊，我老就聽不清個別心咧嘅，已經係完全咁調伏啦，所以就變得好到底嘅拿落，先適應。推啊，希望你希望噻，送來了吧？然之後我哋講到但這樣子，喇叭送了自把價值，知識嘅這些往捲多啊。喺大乘莊嚴經論有講到咧，自知識咧係調伏現在講直性，做唔係喇好嘛提你人魚推過去，直人性嘅。魚全部沒有，可能嘅人魚的被，可能上師咧呢度係我提到自知識或者係上師咧，佢心咧已經係完全調伏嘅，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特質。因為好明顯咧，如果自己冇能夠咧調伏咗自己咧，亦都冇辦法會去調伏到其他人。就 control 什麼的，你給叫 control 什麼都不是能抓住，然後他別個叫呢，可能卡路嘛少些些，那可能講法咧就係佢完全咁駕馭，完全咁樣去控制啲自身。可能嘅，那時間人別啲玩到蠻多些，所以咧佢就唔會咧對對嘅嘢為呢，那新的就新嘅對出來用過的是，然後就下邊出入讓就，能上嘅人與沒對，這差不多有一位咧，他在出入當中，佢亦都有講到，內心強烈未調伏，將嚟言語貪嗔痴，何因至至於煩惱故？其要加持。就因為咧自己嘅邪念未調伏咧，就會因為一啲將嚟嘅言語咧，就生起啲貪嗔。咁就因為人哋嗰啲行語咧，就生起一啲貪嗔嘅煩惱。咁將其願咧就能夠去加持調伏煩惱。咁另外一個故事咧係空市當中結嘅，係搭嗰部車咧，因為因為佢哋係三兄弟。就叫做一個公司。當時咧就喺呢個我紅波呢個地方，因為呢個地方咧就係有搭嗰部車同埋嗰個公司嘅，佢咧就喺呢個耶摩呢個地方講經嘅時候，當時咧有兩位師傅咧發生爭執，大聲咁喧嘩。然後因為嗰個公司咧就感到好沮喪難過。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叫達布士點咧，就好鄭重咁講，今後咧我就唔會再喺教會當中説法，亦覺得冇太大嘅意義。如果我所講嘅嗰個法咧，喺你面前咧，而我嘅指示咧，會俾人指示。然後咧佢就你上司講咧，你唔好咁樣講，希望你咧繼續説法。然後咧就再三咁調整，但係咧佢仍然咧係堅持唔做學習。至於堅持嘅呢個事件，
구시多kumju kushi we je le ya ana kong kumje o ma kunji chungshe de tabu kumjung sa tabu kumjung gi ene ta thala ga mod lo ni ka sa lo ni ji yo na do ni na lo ni nen ji yo na mo to che pa je gong ba zo da kap di du sa na lo ma ya tha ga de ma bu ye ta ni na ya ana den sa de tabu du ji ran le ya be de che tabu du ji ran le ya gyang ju mo de shi 다 타고 뒤지 급 뒤지 사네 갈라 가불이야 쇼웨 가불이야 차례 나 또스 갈라 가고 싶습니다 아 타바 뒤지 공이야 싫어 뭐지 봐 처음 가서 인사를 받치 갈라 가고 마대지 제죠 처음 가서 가고 아니 또스 꿀에 가고 싶어 꿀에 가고 싶으면 걸려야 안 타고 뒤지 게 가르 공부했잖아 어다 얘기다 지 가셔야지 제베 깔아 가고 있는데 안 다는 미망 것이 내 말에 진짜 롱도 롱만 경도 미도 근데 대경 미도 봐대 나랑게 계절 맞지 렘바레스 나랑 냠내 아부 맞지 티게 전데네 아니 이제 용되게 요래 공세네 어른 로게 버로래 로게를 군섬 쇼치 투덤 제지는 제 투덤 제지는 제 버텔 댄세네 로게 제래 아니 차와 있네 마모두 아 로마이나 망부 장세 다분주지 제제 되네 나도 시분 나도 봐. 또 대한 배수시. 땅문에 전에 제비는 다분주지 소리다. 근데 제거는 군숭기 로마로 봐. 금죽을 로마 이제 군숭기 로마로 봐. 다 이제 그 로마배 제지 내려올 공기 공부 시간인데야. 맞지? 쇼거서 지금 놓아. 공부가 가르쳐 오르서 아 다다 지금 잡아들 게 가는 게 있어요 봐. 난 다른 신기 내가 잡아들 아 지금 최소네 봐. 정규 뉴먼트 요한데 딱 고생 예 하는 예만 소세세 카드 밀레파 마다브지 한한 주고 어 미신다 예 하는 많이 셔 봐. 지 로마 경우도 나랑 정규 뭐 되게 년년 주버에도 보잖아. 그런 게 야게 투덤제진데 연주산에 아니 제리야 아니 생기 균도 투야 용용되게 해보지. 근데 제들이 내가서 봐. 어떤 일이 다들 신이 숨바들 로드 되었어. 로드 되면서 하리더라. 라미니 부르간데사 간데티나는 로드 사 넘버 제비 싫어. 넘버 제비 싫어도 내가 인상 로드 되면 쓰고요. 다는 이제 종합의 신비이네 로드 되면서 싫어 싫어요. 다는 이제 좀 철학이 있네요. 다 로드 되면서 제시에 싫어도 되면 되지. 就他们打击了一个黄头，我就我也需要打击了。小区大部分我现在说整个小区对就分别情况是这样。 근데 배는 당 아주 이게 티보 튜문기 다 라멘싱이 개신이 신이 셰베 거돌리나데 라버 지금 뒤에 나로래야 캠베싱이 셰베 거로 땡케 윤데 이던 데 봐서 지금 봐 템보스야 돼 거라 조다지 케바스야 돼 뭐네 한다 남자들 때 봐. 关于新疆是的分类方式，经典아, 다른 신지의 종합의 신비에 라망업 주변 대회 나로라야. 新疆是 열두시 견다지 가르쳐줘서 급들이야. 때문에 류담을 구해서 요아서 나 담을 구해서. 因为 아니 로드에 说不打击还是一种， 네, 아니 요즘에 발기 或者有个中单， 돼야. 我们能跟最高的还是个经典，生产的水平， 안에 有咬文的体系， 아주 고아들이 진행고 레체 송도와 고 룽아 이수를 바자체 류담바 这人我高兴了，不公道，他们 지견도와 다들 시바들 잡아다
说吧的对吧啥的，那么英国干的拿了说吧的对吧啥的，东野谈那个说吧，那些的前面年不说吧，去了那些说吧，这就说吧送干了，快也没去送过。其实常会见这个，那说吧啥的做，那么的老面吃完了说吧。这那么的老面给吃完，完了就老么女高听这样，对吧？对呀，那大哥搞的，搞来互联网不是卷过了吧？真正的被甩土吧？这种来，老么木木听这些问题，对吧？点钱呢，那这些，搞出来这社会上这那这网上了说听这没用呀，听这看这些卷的话。当然是提过去比给人些人给生意送的更多了呀，到底给人拿了，这位的人叫俺帮了点送呀，这位的人叫俺帮了点啥的，人过了说吧了，没到钱钱，你就去别过来，劝这个劝这不能他为人这位的人，俺那养呢养的这个劝说吧了，公园好给，买了钱钱，俺那空巢了说的随便叫俺帮我送的送多啊，到那。就那么我们给人新人啥的，老外很多呗，但过来肯定是跟我也为那的跟通天线当，那就得谈到连通天线，这里就我要来送。但是呢，俺们在长话啥的，长话啥的，那么英国刚才那了解决没办法接送的话，长话现在个，还是说就是长话现在个长话啥的，日本人的点不意思，送的啥呢？但长话啥的，入票的点没意思。那我来就是啥的，刚票的点没意思。但多少个你记不的知道吧？长话啥的入票的点，那我呢有买不啥的，刚票的点就得送。这就是啥呢？他初步有买不啥的，那么英国跟着拿了的，有买不的这个让给卷，让了卷因为呢，这卷的主要的头皮前线的，他说的这个，他说肾。长部门吧，这个来个来对，就是来呢，他说的，解决啊，有事情的送多，有面吧，解决面吧啥的，我就那这我都记不着，就是他会跟这个呢，有啥的，那他就讲的说，刚上的对不对？这样要啥的，所以个你吧，把白牙的钱都，他说的这，我说这解决个来个来的，我也是，有啥的先录一声的。俺不得说个你把白牙去出去，你把有啥的，没想到我打这个呗，什么什么的，但是那就对不起，对了那有啥去，听你的到我的打长话下的了，听这有啥的打他们有没有打长话下的，我刚说的，有没有啥的，主要的长话下的，这就开发的进步。但是呢，并不得俺的有教我些啥的。那么英国干这拿了俺啥的这个成员俺的对面俺的英国俺的说的这了个月是，有啥的吃到我了说个月送多，当然这第一俺叫些吧，第一叫些吧啥的，那世界网站个来的说了，叫啥的世界网站来的说个月，这些位去呢，俺的预计叫些也是的说些，就是他会见这个，还是送到啥呢？俺啥的，世界网站了说那个，俺个叫我头公公要的是，有啥的就他出的随机光线了，他出的他俺出的，原来俺了说不听这个呗，钱大什么的，就是路边把这，过来送一张。这种我们新北的，居住成员这吧，说明我你们这下午的，空在线，俺的语叫我写啥的，俺的每年叫来给，那对面了说吧，多女吧了呀，过来事情，这这这些解决。让多几看到人不是叫送你了噻，老板把我把的在下吧，第一空子在线呢，俺啥的，刚把你完了说吧。就是过来，有啥的买了过来，第一交往啥的，他俺的这个交往起来，提出来呀，提出俺的这个交往的，世界网站给我呢，这些过来这些都得送下。
咁但是呢，你解不的年纪係透點不少，過啲教育嚟達成嘅目的咧，你就喺度咧點樣去按自己年紀點不的身少的，為專業嗰件事，那麼人過嘅感覺哪落來呀？年紀點不少的，甚至他們就來，人知話的點不起來，唔同嘅地方係回復非文，但這當個年紀點不少的，呢唔講講到沒給回一個對外的復非文送的一係對個上岸不要求落來呀，非那常麼給個新人被新人被他說這個沒唔喺度最基礎嘅新人歷史嘅收入水當中嘅平達到，新人嘅差些被開什麼是不是來的話？呢個留言係拿落來呀，看了非麼新人送俾可多了呀，留話送給拿常落來，你把人字直接，非常你把人字完了，說不定就送人不着。喺完了，這個全部都得歷史當中嘅給拿落來，這位的你叫俺幫了點，等給農場不能新給，看到了，那唔麼給知道新人的就，這位等你這人不就，過日送藥吧。即係人家其實身邊你他們這個人你在我的店吧，沒事係都讓給老媽來呀，人在我的店吧，沒事過月吧，另外同樣咧完了喺大他開什麼自然學中茶的。會有但是他啲自己不如這個少本身學拿落來而呀，無煙變成無咯，你叫他把注意拿落，先係進人在我啥的，你看這些了呀，這些卷都啥了，哎，那這位解釋你準備看啥呀？關係講到上司係點啊，樣你來被他說這特個質投資而非有關的解釋常準備看啥的呀？應該弄不起大部分啲車咧，亦都說。係開學習原理當中，這樣其中一個咧就那麼係為他人生嘅但那慈悲，麼是你，沒這卡些說那有話，慈悲心有但那傳授，麼是你年點的，那麼是你非常送點的，那麼之是你新點，這卡些說，所以上司對你當呢，那麼弟子是你都要有自送被我同可多了呀，希望咧，那麼非是你常之重要。送被可多了，這卡的送要的上，是你送個那中國大了，師亦都係年紀輕講啦，別過呢，老亦都麼也玩沒有三種到話是特質。個，啊，有個這就說，需要能夠有大悲心，而那到且係大他們的不是，趁的來呀唄，這邊沒不是個，呢個都是你係自說他們的了。己趁的來表白面不是個，你話的年紀輕別關的，老媽第也玩一個咧係不是個，執着哎呢，自身，送把的寫了輕別關的，然後咧先給他們第二聽的個咧不是個月，是的說。要仲有大悲心，但年紀輕別關的，老媽也玩沒到話是個，是他們不是送不得了呀，要有你這些智慧咁去引導這就是給別少學拿落來呀，這些也不是個拿咁。你聽我翻大師這是學位呢，到底真你到多嗰個少學位呢？教員當中，但年紀沒為呢，俺那讓了呀，東也到兄弟搞了呀。如果冇悲心嘅話咧，當自己受到一啲痛苦嘅時候咧，就會生起厭煩、厭倦嘅心。我就會唔再嚟呢個大師，所以真係厭倦。就遇到一啲好難以持續嘅一啲弟子咧，佢哋教導嘅時候咧，亦都係真係唔容易。以前見到啲上師真係好用心去教導，就可能咧換嚟嘅就係一啲弟子嘅惡言惡語。但其實真回正嘅大家報都這個老麼都這樣咯，什麼老麼母語啊，老麼這種女高的這所些以都來，如果你呢個咁嘅是沒為呢？情況嘅時候咧，俺也可以等到來呀，就遇到一啲難以持續嘅什麼缺陷，咱倆忙不結為。眾生嘅時候咧，如果呢個上師係冇呢個悲心嘅話咧，就會覺得我為佢做咁多，佢都唔聽話，咁我就算啦，我就唔去再理佢就算啦，因為佢就冇呢個悲心，佢就會捨棄。呀，年紀輕輕一輩呢的，剛才只看了什麼，老媽東年我全部看到了，別那老媽的，就年或者咧，佢嘅看到了呀，悲心好細嘅時候咧，家什麼時候做了吧？當佢沒有就是啊，這個家什麼時候做啊？弟子那都受到這個老媽痛苦的呀，嘅時候咧，就剛也特別，拿上了說不窮，這就個剛也特呢個上師亦都唔但會去你家什麼照時候顧或者做？係陪伴嘅，你可能都係因為呢呢個上師不受嘅悲心。年殺了不提了呀，當沒有這些真的，見到自己嘅弟子咧呢個痛苦嘅時候咧，可能會覺得好煩，其實可能唔想照顧或者唔想理呢個弟子。咁真正去具有悲心嘅上師，可能咧，如果係具有悲心嘅上師嘅話咧，佢即使可能犧牲自己生命，亦都唔會怨佢哋嘅
子咧，係咁啊，对點的，樣變到大悲把上？那就拉面那么大的就那的结尾呢，按照，他的就结尾呢，拉面吐了大，喺我哋下嘅城市给的的，傳記當中咧，亦都會睇到拉面吐了大，我經常觉得对的，描述咧上司起了點结樣去束將弟送的子当然先给放喺俺这个心中，拉面呢，就是当然先拉並且面讲白了，什咧就么的这个拿落来呀，俺是加兄弟持嗰前面讲了，拉啲説面切弄是啥的不他，拉喺其他面突击文當中咧，是啥的，我哋都拉面结束見到咧，是啥的，上司真正给兄弟自己不是忙不有隨便的。啊，就是上马路大的，上拉面个司自己年纪的，照顾啊，拉马来呀，上司拉自己接面老马来呀，受，这个點解年纪的不呢條件？开心不是不是不的，社会中国好，拉不到拉马第二个，老馬來呀，就土這話全部見到咧，原因呢，除非我有哋句咩話啦，說別個青年的這咁樣熱特別咧，情嘅參與過吧，但係土這話全部原因，過了的有句接了，我等個嘛話，哎，年紀沒土這話原因，大就呢個個就些呢，我當然除非沒得些呢，他哋做，或者是例個嘛，如之前有提到呢呢個就啥呢，土這話的因為呢，有熱情嘅建築啊同佢寫的呀個等長嘛，等咧，有句就會咩話啥，自然做就足。個青年的這樣熱情嘅參與就用這個。所以如果當你呢冇就啥呢？冇呢啲悲心啊，咁嘅時候咧，就會啟動假設遇嘛，到一啲他的送啊的啥呢？好惡嘅啲弟子咧，佢一天就會想到晚都嘛修行這麼着。因為搶走。俺那聽上呗，那麼看因為些個，其餘咧就喺第八條就講話，唔知幾時咧，老馬來呀，老馬，就是俺那誒給完了馬家發肉錢，天教頭第當八了呗加中，年朝錢，第八給完少麼就不去，第八少就而家有就啲年對呢，神師為咗打咱不。拉面看了，弟子做好咗咧，大拉面看送了中國的，就話俾個弟子聽，必這須咧個這些服從龍上師嘅包還這個教育。錢，這些龍包還但係咧，給錢呢。最終咧他將聽這些弟子引講入我行。過了唄，大家都聽啥了就嘛說了，來把主什麼了唄。大家在過去這些忙不接不起，大家讓拉面看些唄，這中國的，如果你現代話嚟講，就叫做洗腦啦。可能咧，呢個上師嘅動機唔好，大家這些忙不佢就要呢個弟子做惡咧，跟住將呢個弟子洗腦。我哋講話，我講緊一切咧，佢都要行聽從嘅，咁就將呢個弟子引入一個惡行當中。這些大家都眼裡啊唄。拉美噶的中国人是忙不些，他們的嘞呀，老麼地不了家下不定的，老麼地不少就下不定的，那忙不要的是。我哋講到咧，到那，哎，為咗要弟子去做惡咧，就要講嗰個弟子聽咧，佢哋要聽我講嘅一切。咁其實想將呢個弟子咧引入一個惡行當中，但係咧，亦都有一種上司咧，對於一啲想尋求解脫嘅弟子嚟講咧，你就會同個弟子講話，就俾解脫輪迴咧，你先咧幫我防制我衣服咧，直接係更加重要。呢啲咧就將弟子安排咗喺第六線嘅工作上。咁對於只係咧關注自己利益嘅上司，就冇辦法咧，就見到佢有一個慈悲心同慈悲心，唔點樣生起。确定到个了，说不定这个他电视那么中意的开发去你送下，他对嘛什么咁就提到咧喺個解資論當中有講到，提到咧通達論點咧，作為呢個因為真正嘅論點咧，同埋要原點典籍嘅意思咧，就簡而言之咧，就係論點咧有12種，亦都譬如話邊者嗱尋求發展層嘅時候都講到咧，就係應該要了知相關波羅蜜多經典嘅連結。咁第七世大寶法王斯德哥爾摩咧，佢就講係指十名師咧3種四部族嘅。
咁宗喀巴大師用呢個金剛上續咧，當中亦都有講到，佢教導解釋咧，解支論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對於一切學問啊領域都要精通，意思咧就係指內，如果就係三藏經律論咧，咁樣講。咁所以咧，解支論咧就係而且就呢位喺最理想情況嚟講咧，呢位上師咧應該精通十名字，佛教傳統所講嘅十種學問嚟嘅。而係所以達到呢個標準，因為要通達咧顯密經論啦，意識。咁就意味住咧，上師應該要了解佛喺經典當中嘅意義啦，係啲論點咧係點樣去解釋呢個？咁無論如何咧，就係即使金剛禪嗰大師，如果對於呢個大小乘嘅基礎啊、道路啊，或者果位等等核心教義嘅基準都唔理解嘅時候，呢個好難真正做到。所以功夫大師咧，都有提到咧，上師應該具備生讀之知咧，就係通過大智慧引導他人入道。然後一段咧就係講，曾經咧，三個巴智先稱牌都有提到喺大乘教言當中咧有解釋到啦。如果冇智慧，就唔知道咧點樣去依據弟子嘅參考相應，應機說法。所以咧就唔知道點樣去利益唔同意趣嗰啲眾生，即係譬如話佢係呢個根器嘅呢個弟子咧，我應該以一個乜嘢嘅方法，或者一個講一啲乜嘢嘅教法俾佢。咁所以必須要以弟咁嘅教授同埋同相對應嘅心咧係相應嘅，咁去教授教義。咁當中咧亦都講嘅，上師咧應該要唔單止係精通五字咯，亦都獲得一切智。咁特別咧係譬如咧阿塔尊者咧亦都有講過，我哋嘅壽命好短暫啦，喺呢個咁短暫嘅時間裏邊咧，冇辦法咧，冇時間去聽聞所有嘅，或者要學習聲明或者因明等等外明嘅各種嘅論點啊。但係咧內明咧論點係非常之重要，所以一定要學習內明嘅論點。所以咧上師咧唔能夠對弟子講咧，咁頭法咧話我唔知道。所以咧需要咧能夠以呢大智慧引導弟子入道。咁呢個就係9個特質，就係呢個共同嘅特質。就講到咧共同同埋特殊咧，呢個判斷嘅標準咧，可能我就下一堂課咧繼續講共同同埋嗰啲特殊嘅差異。